继续来看高雄仁武有一间私人的公庙，因为第二代不爱接，所以要甲卖掉。地坪有900多坪，佮附带着香客大楼155坪，后院佮有3分地，2年前开价4980万，但是敢若卖地上权，土地爱佮甲大堂租，所以已经卖2年啊，也卖不出去。公庙负责人即摆减1000万，3980万，希望会当找到有缘人。两层楼的建筑，两边的楼梯通往公庙的大殿。公庙头前也有宽邦邦的庙埕，内部空间除了有壮观的大殿，一楼也有正大间的灶卡甲办桌的空间。是讲公庙头前的铁门拖大概无法度入去参拜。另外，公庙边啊也有一栋2层楼高的香客大楼，目前共款无做成立。这间伫高雄仁武区的公庙环境真清幽。当地里长讲，这间是私人的公庙。父之辈以前对拜这个他非常有那个心啊，现在第2代已经也70好几了啦，他也无心去做这些东西啦。去这间公庙的官负责人想要交棒传承，不过伊做成立的第2代子孙无意思要接，所以决定卖出去。根据受委这名中人所销解资料，这间公庙庙地924坪。庙市的面积大概100坪，香客大楼大概159坪。1楼有宴会厅甲餐厅灶卡，2楼甲3楼拢有5间套房。是讲庙地向大堂来承租，每一年租金6万块，也就是讲这间庙买是地上权的根本。那本身庙宇的建筑有其特殊性，现况250坪左右的建筑，加上40年的屋龄。建筑物本身的产值并不高，因为是地上权的买卖，所以基本上贷款是比较困难的，可能就要现金买卖。因为敢若被地上权，佮敢若会当付现金，所以虽然有真侪人来问，所拢无人确定要买。2年前开价4980万，今卖降1000万，准备3980万，就是希望会当找到有缘人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